哦，有扳手，扳手哦，扳手还有扳手要请人来表演。哦，哦，还有新的真皮啊，现在快变黄了，贡品艺术。哦，还有龟啊，那是龟吗？还有马哦，看到马。哦，徒手。哦，徒手，眼镜，眼镜，国际店的。哦，你看，哦，我那个桌子那么长，桌子在那抬起来的嘛。哦，哇，你看，尺度的东西你排好了那么多了。嗯，哦，主会手，主会手，主教授啊，他们领导哦，主教授，主事手，哦，好多艺品，那边也有嘞。嗯，哦，好用心的准备这么多贡品艺术品。哦，你看，哦，好用心准备贡品艺术品这么多。五 G 店台南地区的公庙，大花灯主要在这边，哪吒公园的南边，哪吒公园东南边。哦，上帝手，哦，你看紫薇手，天启手，哦，农业、渔业公司都有参加辅助。上帝是先天上帝，哦，紫薇手，哦，你看，准备明天礼拜五的普渡了，我准备了这么多贡品。天启手，台湾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。哦，地方手的，哦，地方手，天龙手了，哦，天龙手，哦，水关手，哦，哇，哦，还辅助台呢，范围很大呢。哦，在哪吒公园东南边，金陵真武殿呢，玄天上帝供奉，只要供奉玄天上帝，所以是现上帝手。新宁龙武宫天堂辅助坛在哪里？在我们这。哦，有的礼拜五，有的礼拜六啊。现在晚上6点12几分了，可能准备最后2天要辅助的吧。
很好圣地哦，福德正神，神人面前，哦，愿望啊，愿望的供品。哦，船哈，看到船了。哦，还有要演奏，好不会的哟。哦，好好。哦，这样。妹妹有拜拜吧？拜拜。哦，赞。有网我上去网络啊，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，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哦。YouTube 搜寻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。哇，这赞！哦，够赞，一级棒哦，一级棒。